早起看世界，咱来去北欧。北欧的道路，逐年的春天的时，拢会向北边来迁徙。瑞典的电视台已经是连续7年，加至20天迁徙过程全程直播。虽讲迁徙过程时间是老长，节奏嘛是慢慢啊，也毋过呢，就是有一阵时中的民众真兴看。体型真大只的道路，当年4、5月会向北方迁徙，慢慢收到瑞典北部的汪格曼河对岸，绕过树林甲边缘，去热天的生滩地。瑞典电视台连续第7年推出道路大迁徙24点钟直播节目。今年因为暖化关系，直播时间提早1礼拜为15钟头，有计继续20日。为将期待真久，准备好鱼啊、咖啡、脆食面、拍算全程参与。Sleep. Forget it. I don't sleep. 瑞典电视台伫迁徙路线沿途有2万外公尺的电缆，沿途装33台远端甲夜视摄影机，也有无人机，导致15人完全制作这场迁徙的实况。虽然节奏非常慢，却真受到欢迎，去年就吸引900万人收看。这种慢电视风潮起源于2009年，因为公共电视台播出7点钟的火车之旅，得到娱乐了后，带动各种慢电视节目的事件。专家相信，就是这种无参料的平凡甲真实，在日渐吵闹的时代真出众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。